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日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韩国如工业车放装对空气，公司的国家直接监控，总统府也回击政治人物讲话袂当无证据。台中市今仔日进行水管线路工程，会停1、2天。目前受北行政区受到影响，经济点起拢伫咧欠水。日本原子弹爆炸满74年，日前也有官员写着日记，予后代子孙来公开。头先，咱来关心政治消息。在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伊的办公室放监听，也在今仔日透早受访问的时阵，伊讲伊家己的车放装对撞器，指控是国家对伊的监控。桥头地检署也已经请警方去了解啊。不过目前是无收到报案的消息。总统府也发表声明讲，政府未违法监控特定的人士，政治人物未当无证据就来乱指控，建议韩市长赶紧去提告。拜二主持完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受访问的时阵，向指控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专门监控遗憾处理的人。的确是我们感觉到国家机器动得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的车子都可能被装了追踪器。韩国瑜讲，家己的车互人斗对撞器，根据了解，对撞器差不多2礼拜前伫汽车引擎挂顶面发现。韩国瑜点名爱民进党莫用这种恐怖手段，检方嘛指示高雄市警察局爱主动了解，但是无得到市政府的回应。是需要告诉乃论的。那本署迄今均未收到高雄市政府或韩国瑜市长针对本案来提出告诉。市府下晡4点外才发声明，表示韩国瑜要告6届冲入去市长室细5的市府员工加重窃盗罪和妨害秘密罪，但是针对车互人斗对撞器这件代志，无提出证据佐证，敢若强调是相关人士提醒交通工具有可能互人安装对撞系统。市长则用公开警告的方式，呼吁国家机器拄好就好。针对对撞器的部分，会专门警戒清查个防范，但是暂时无要提告。如果有这样具体的事证，应该主动举证，而且并且向这个警检单位来进行这个报案。我觉得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转移所谓公文门的事件，企图这个越扯越乱。面对指控，蔡英文竞选团队爱向市长主动提出证据，莫干那想要转移焦点。总统府嘛强调讲，政府未违法监控特定人士，支持检警单位彻底调查。赵真相。好。来到高雄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20载高铁导览，参访美国军售来台湾的2车突击车和驱逐舰，佮和高雄市长韩国瑜见面。但是时间选伫咧军售案和韩国瑜访问美国的进程引起关注。有聊得愉快吗？很愉快，很愉快。有聊到什么？有聊到什么？有书籍教授在。没有。韩国瑜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佮要伫9月或者是10月访问美国，必定一届伫市府公开见面。这届毋那是地点保密，相关的内容嘛毋愿意加讲，就连陪同的学者嘛拢点点。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这3个人点要来结盟咧。根据周刊的报道，风声讲郭台铭有2套的剧本，一个是直接选总统，另外一个就是等待国民党甲韩国瑜换掉，该派郭党的出去选。不过郭台铭办公室来表示讲，报道内容是3分真7分假。明年总统大选，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桃园公开合体判局，验过3方势力结盟，依然伫点进行。周刊报道，郭台铭、王金平2个人密会真侪摆，确定合作了后，就佮柯文哲合作。而郭台铭未来动向，即阵有2种剧本，一个是直接宣布参选，另外一个是等待国民党换韩国瑜，加由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参选。到时柯文哲敢会佮支持郭台铭咧？不是那个说我们拿个旗子出来摇一摇，让所有的课文全部就100%投票转向，不会。坦白讲转向可以到50%都不得了的。针对郭台铭有2套剧本的讲法，郭台铭办公室是讲报道内容3分真7分假。根据《苹果日报》民调显示，郭台铭、柯文哲的搭配组合演拍败蔡英文甲韩国瑜。从现在的状况怎么移动到我们希望的目标，那才是努力的目标。民调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努力的话，我们要努力哪个方向？
模拟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将做3个关键变数，直接冲击国民党、民进党选情。韩国瑜国情顾问团总召集人张善政就讲，家己把团简讯给郭台铭，也建议韩国瑜有机会针对政见内容影响郭台铭请教。郭台铭那3项政见是有内容的，我建议韩国瑜应该找机会去跟郭台铭请教。郭董有回吗？不能算回，他透过他旁边的人。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结盟的问题也未解决，国民党真着急要来揪郭台铭。也不过郭台铭阵营讲，郭台铭是不是参选，除了爱国心，也有3方面的理念是不是法度来整合，也个竞选资源是不是拢传好，这拢是最后决定的关键因素。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批准维护台湾 F-16B 战机，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的不满，佮呛声爱美国需取消维护台湾，若无就会来出手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统蔡英文今日也强调讲，防卫国家是台湾的权利，希望中国会当来尊重。不过，有关香港反送中的情势，中国网友因为伫咧网络传假消息，说互社群媒体家的口子来停掉。蔡英文也向北京来发声，讲这个假消息互人误杀杀，倒不如好好甲香港民众来沟通。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批准维护台湾 F-16V 战机，中国外交部虽表达强烈的不满，佮呛声讲要求美国需取消对台湾的军事计划，若无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总统蔡英文20出席2019亚太安全对话研讨会，强调保卫国家是咱的权利。我们防卫自己的国家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了哈。那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尊重。香港反送中抗议不断，中国网军敢若是散布反送中的假消息，和社群媒体听权笑话。蔡英文是对北京提出呼吁。那我倒是要跟北京方面讲一句话呢，说与其用假资讯来混淆这个香港人民的视听倒不如跟香港人民真正好好的、诚意的坐下来沟通，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若是台美军售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嘛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大动作发表中英文的声明，甲美国方面说道谢，互人质疑是挂伫我尾。蔡英文讲，伊无清楚韩国瑜是用什么身份发表，佮对韩国瑜19搬出读甲变一个人遐尼悬的公文开直播，甲伊扣洗转去。我是不清楚这个我们韩市长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发这样的声明了哈。当然，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至少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也看到那张照片了那么多的公文，我不知道是在他房间里还没有被批的累积的那么多的公文了，还是从其他的地方借来照相用的公文了哈。除了个韩国瑜面对台北市长郭文哲讲2020大选真垃圾无聊，佮喊过，蔡英文并无认同，敢若讲袂有这款代志发生。若是风声讲蔡老皮已经破局，蔡英文嘛澄清讲，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沟通的情形袂歹，会伫咧适当的时机提出上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澳洲智库的报告，讲到若准美国甲中国来发生战争，中国的飞弹可能在几点钟以内就甲西太平洋的美军拍甲密密麻麻，加上美方当咧靠亚洲的国家要来安排中程飞弹压制中国，但台湾敢可能放列在内呢？专家讲机会真低，除非中美的关系决定要来贴破面。美国最近在加州洛杉矶外海发射一粒中程的巡弋飞弹，有离美国提出冷战时期甲俄罗斯签订的中程核飞弹条约无到3礼拜，就进行试射，引发联想。学者分析，美方试射除了是测试的必要过程，也要对中国来表态。中国大陆已经取代了俄罗斯过去的苏联，变成全世界第2大的强国嘛。基本就是说，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目前实力的确是比美国强一些了所以美国当然可能也必须要来做出一些回应的方式。美国、中国近年来在军事上一直相拼。根据澳洲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报告指出，若是美国、中国爆发武装冲突，中国弹道飞弹可能在几点钟就和西太平洋的美军基地甲舰队拢无法度叮当。而美国则伫诱说亚洲盟国部署中程飞弹，甲中国来对抗。
严格包括日本、澳洲这些国家拢无啥行动，甚至明确来拒绝。而台湾是不是也在部署名单中？专家分析机会真低。美国的中导系统部署台湾，等于是说美中两国全面翻脸，那进入了一个准战争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状态其实美中都不乐见哦，他们是始终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专家认为，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未来有望来保持微妙关系。另外，也有分析，国内政局要接受美方部署飞弹，有望有困难度。因国关岛习近平伤过集权，若是中国做出错误判断，态度伤强硬，美中军事对抗有望有机会继续上升。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病情的消息。日前北部一名30多岁查甫人，伫越南防喂着麻，落尾转来到台湾，也将这个麻传染给伊厝内底人，以及着坐共班飞行机的旅客，以及着国泰病院4位的医护人员。疾管署今日刚才公布有2个人防喂着，一名是医护人员，另外一名是去看医生接触到这个陪伴病人家属。这站捐助事件，拢总是1人喂给8个人，有9个人来着病。我们现在是因为跟这个国泰还有北市卫生局这边都有建立了防治的一个沟通管道，所以目前整个这个接触者总共还有1879人，我们会持续监测到9月8号为止。那这段时间，那国泰医院也持续在加强他们的这个管控。不过以目前整个这个防疫的节奏看起来是有办法慢慢的收敛。这2个新增加的病例是国泰病院麻菌株感染新增加的个案，一位是20多岁的查甫护理师，伊捌甲这个住院的越南着病查甫人，伫住院的时阵捌接触过。另外一位是北部40多岁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去病院的时阵捌接触过这个越南的患者。疾管署也表示讲，这站菌株感染到当时有9个人来确诊。卫生单位当咧追踪捌甲因接触过的1800多人。中南部这几日拢伫咧落大灾雨，菜价也对咧起悬。根据着台北农业产销公司的统计，在今仔日菜市的交易量拢总是1605公吨。平均每公斤的菜价是38.1块，比起顶回交易是起码1成。也讲到东南部山区的所在，当咧落大雨，可能要1-2礼拜继续这个稳定。民众伫菜单头前伫竞菜，你买进前爱详细想看卖，因为连日大雨和青菜计销是大起。我们觉得说这边的菜都有比较贵，青菜有时候买就500-600块。肉都没有买啦，鱼都没有买，只有买青菜。拜二休市的台北果菜批发市场，拜二一开市，几个蔬菜交易平均计价每公斤是38块1，比礼拜的34块7贵3块4。其中叶菜类以小白菜加硬菜起上多，价起710外块，有当时也是350。即阵敢若100就要25。利用农委会农损会部来做前5段受损作物的菜瓜，交易平均计价也对23块起到35块。就是水商的部分比较多啊，对，那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可能就要分开，因为价格高，其实水商的地方多的话，我们损失也蛮大的。今天的这个到货的品质来讲的话，部分的这个叶菜类来讲，它含水量有一些都有偏高的这个情况，那加上今天又是休市后第一天的开市需求也比较强所以今天的价格相较于星期天的价格来讲是上扬。丝瓜、茄子、苦瓜等等也有受到一些降雨造成的一些这个瓜生的一些水伤的一些状况，品质上好坏的差异比较大。台北农产文销公司讲，中南部蔬菜产区连日大雨，短期内对蔬菜类有一寡损伤，所以讲也反映伫菜价顶面。估计这个计销要维持1-2礼拜左右，等天气较好了后，菜价才回稳。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中市当咧进行潭子甲北屯的水路线公共亭，自今仔日透早10点开始，八个行政区会停水23至46点钟，影响规个台中市要12万户。虽然是停水的头一天，有可能这个线管内也有一寡水，临时灌水站目前是无啥人去提水，不过一寡卖食的甲一寡店头拢开始咧欠水啊。
敢毋是去画面翕到原本路边渐渐膨起来，山来是土水泉喷出来，敢若喷泉同款，后来水愈喷愈悬，无落雨却是淹水。附近的民众看到这种情形，一直讲实在是真坎坷。水管可能都有一点问题了，刚好停水可能一端水都挤到这一端来，所以就造成爆破。代志发生伫下晡1点左右，台湾大道甲大屯路口宜树广线路区发生水管憋气的情形，真侪出来水就安尼喷出来，附近的街仔路拢淹水。延过20也是台中市区大停水的头一天，对着这个无水通用水量大的洗车业者是感觉真烦恼。本来都一天都修大概两个，就可能会修多一点。虽然下晡也有水，也毋过明显感觉水也变较细，业者把握时间洗偌济算偌济。也受到影响的小食业，一中商区下晡虽然人客真多，不过店头讲，山内生意毋知也无法度做落去无。业者甲用的底水的拢全部拢底满咯。以后我存在这里无啦，10人、3、4、5、6、7、8、9、10，这个10趟啊，都3趟的咧。因应潭子甲北屯区2项主要供线工程，对20开始停水，23点钟到46点钟，影响户数达到117000户。停水的所在包括市区加北区。他就会感觉说自己水不足，那晚上可能就会过来取水。那到明天，我们预计明天应该是最高峰的。水公司讲，这摆紧急调来18台水车、6台消防水车，加113个储水站，预计暗时开始会上侪人来提水。预计21潭子部分的所在会渐渐恢复，而其他的所在是22了后才会慢慢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连日几啊天拢伫落大雨，那这个菜市伫咧起价，在台中山区也有发生灾情。伫后里的公益巷，对这个对外的车路是规个放弃，未堪的这个大水雨伫咧存大，地基也互水冲了了。村民也表示讲，这几日啊，这个土块变顺是愈来愈大芳，已经有走散的情形。居民上较惊的是影响到下骹的人家厝甲果子园。来到家己的果子园，林先是伫后里的山区做事真侪工，佮讲这几工真正是足烦恼的，因为连续落雨几落工，山区的土石一直落落来，烦恼家己的果子园会有危险。本来是没有裂缝，那里是就是顺顺的爬坡这样而已。它是已经下过以后嘞。就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看着都怕。大部分山区都是住紧邻山脚下，当然会，如果找躲山的话，就像小林村这样子。果子园面顶的公益校超过100公尺拢是必顺，毋但路面出现关价差，必顺嘛超过一个手半遐尼宽，而且有的路搁落落去，虽然紧急用阿木头来补强，毋过嘛是袂赴逼起的速度。当地里长烦恼讲，这已经是走山真明显的状况啊。昨天早上量是45公分，用我的脚大脚再量一下，刚才我的脚去量是它是3倍，同一个地方量是变3倍，所以它是60公分。里长讲，这个月16就已经出现差不多3公分的必顺，27天已经有60公分宽，表示讲灾情是愈来愈严重。当地除了有地下水管，土摆含水量已经真巴低，若是雨阁继续落，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走山。市府表示，目前为着安全暂时封路。大概就是一个走山的状况嘛，因为连续下雨很多天哦，那整个，当然这个地势也是有属于比较顺向坡的感觉啦。市政府表示，目前山架还阁无稳定，会勘了后研究用补强的方式。这条路嘛是当地30外户居民要出入的车路，民众希望讲会当甲灾害降较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龟山的公寓厝，到暗时时阵发生天棚规个放落来情形，当时是一个查某厝主受困伫灶骹，好佳才有救出来。桃园市都发局也表示讲，这个金山社区早就互政府列作是海山厝，本地是要来渡境，煞有几户无同意，烦恼讲若是登记，因厝的面积会变较细，煞无法度顺利来渡境。对啊，剩下一半烧掉2/3嘛，剩下1/3啊，你看。接受到太太和天棚地掉，处处战情时，嘛是真惊吓。桃园故事管理内底，毋过大部分拢认为无要紧，不离个拢会无定期透过吊篮甲伊加菜。根据警方表示，爸母承认讲，甲管理内底锁伫咧厝的二楼，后前固定炸个拢会无定期透过吊篮甲伊加菜。泡面、米泡食品，爸母承认警方讲，因为后囡仔伫固定时候交着歹朋友，所以才拢会定期透过吊篮甲伊加菜。我相信少女的行动是由长达3年
并以此方式影响张姓少女的身心健全及发展，使张姓少女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他在房屋里都是自由活动都没有帮他就是限制他自由，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出门，你只要跟我们知会，我们都给你出门如果说他有办法教化，然后我们当时接回来。查某囡仔目前安置伫庇护系统，由社福单位进行自信中介，检方是认定伊老母甲后姐犯罪了后，拢无悔改，态度阁真恶质，甲两个人以家暴法、妨害自由罪来起诉，而且请法官以儿童少年福利，阁有权益保障法规定加重刑责。加上真不满的表示，查某囡仔交的朋友真复杂，爸母有向相关单位来要求协助，毋过却拢无任何人来处理。即摆因为管教的问题，去互检方起诉，加上无法度接受，已经甲检察院提出陈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听家和水分明。美国伫日本的希罗西马甲那加萨奇砍下2粒的原子弹，互认作是结束事件的关键。在顶礼拜，原子弹爆炸也满74周年，在日本第一代关来听张歌。颠倒倒伫的笔记内面，之前也透过夜景村同意公开部分的资料，写到日本天皇蹂躏，也对二次世界大战表示后悔甲反省。上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仔日伫行政会议进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伊看到礼拜和平集会会随来成立社会对话平台，用尊重的态度甲社会来互相对话沟通，替香港找出出路。不过，伊也无来直接讲答应民间要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诉求。不过，有立法会议员听到风声，讲中国政府要求伫10月初1，也就是中国国庆70周年以前，爱平定反送中这场风波。香港礼拜二规云南流水的集会，合共有170万人参加，和平结束，无警民冲突。特首林郑月娥20日行政会议进前特别表示，希望这是社会恢复平静、离开暴力的开始，而且宣布要成立社会对话平台，用尊重的态度互相对话，还有沟通，替香港找出路。溝通嘅平台係開放、係直接、係同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背景嘅人士嚟到進行。我本人同埋所有嘅司局長呢，係好願意落到去社區，直接進行呢啲對話。林鄭嘛表示，監警會會伫16召開會議，決定會檢視警方伫處理示威期間的執法狀況，嘛透過請海外專家來到3工調查，而且甲調查各項投訴的範圍增加，無設定期限，嘛強調當中包括元朗白沙人拍人事件，會爭取伫6個月以來交報告。不過並無答應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民陣對林鄭今仔日的記者會感覺足失望嘅，認為伊根本就無溝通嘅誠意。我哋係對林鄭嘅回應啦，即係一如既往嘅失望，亦都為香港嘅未來啦感到非常之憂心。林鄭月娥係咪真係有溝通嘅誠意呢？林主任認為，即擺監警會干來處理投訴根本就無權利盡派調查。林鄭要回應5項訴求是咧拖時間。民陣8月31日會發起遊行，目標中聯辦。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接受專訪時陣表示，已經收到消息，中央為着修法爭議設底限，要求伫咧10月初1中國國慶70周年進前，讓風波停落來。特首林鄭月娥應該喺9月初進前，會回應市民部分嘅訴求。咁我綜合我聽翻嚟嘅咧，個死線應該都係呢1-2個禮拜，即係9月初度啦，即係唔使即係燒催淚彈啊咁嘅咧，咁就上邊就會覺得即係安心啦。但是8月31日遊行嘅人數減少，或者是說落來無任何嘅暴力衝突。田北辰認為中央得安心，不過佇清泉，武力警察也是繼續咧集合，而且繼續練兵無散去。那就嘛是佮你觀察香港所落來嘅情勢。記者綜合報道。在香港這個所在，其實有真濟外國人，其中加拿大佇香港是上界濟。加拿大政府也呼籲中國愛遵守着一國兩制，尊重民眾的言論甲集會自由。
另外，美国副总统佩斯也延续总统川普日前的讲法，强调中美贸易要协定，若准会成功，就要看中国安怎处理香港的问题。另外，网络战争也是未收煞，中国官方用到假消息、假新闻，在扰乱香港情势。Twitter 和 Facebook 已经封锁上千个有问题口罩。香港的反送中抗争活动已经持续超过4个半月，目前看起来也无化解的现象。加拿大政府呼吁北京当局要遵守一国两制的精神。We are very aware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Hong Kong right now. We repeat our calls for peace, for de-escalation, for listening by local authorities an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美国方面，在川普总统主张将贸易谈判和香港问题挂钩处理了后，副总统潘斯嘛重申同一个立场。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a deal with China, Beijing needs to honor its commitments, beginning with the commitment China made in 1984 to respect the integrity of Hong Kong's laws through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除了国际之间的各种合约，和香港基亚路的警民相持，虚拟空间内面的战争也无声无息的进行。中国政府对面册和 Twitter 禁令范围并无包括香港和澳门。中国本身虽然禁止使用，不过政府单位和官方媒体煞透过这两大平台大量散布假消息。Twitter 公司上新发表的书面声明指出，因查到有大批可疑的笑话，用同款的步调中上反送中抗争活动。虽然笑话主人调降温麻，但是该公司嘛是查出这个笑话是由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直接指挥行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 ，Twitter 公司因为安尼刷除936个笑话，暂时可能停权的更加是有20万个，并且嘛删掉7个粉丝专页和5个笑话。BBC 指出 ，Twitter 会这样大动作宣布，是因为 Twitter 进前核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用买广告的方式，在 Twitter 顶悬攻击反送中抗争，煞予各方面严厉批判，才会反倒转来对相关的笑话做出严厉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西班牙有一个众人真爱去度假的 Canaria 群岛，也搁再发生无名野火，也就是火烧山。大约甲9000多人来疏开，出动16台直升机伫咧空中拍火，这也是这个月发生第2摆啊。在南美洲的 Bolivia 也予野火来吞踏，超过40万公顷的松林、农作物甲草原，拢一声乌有去啊！这是西班牙真出名的度假所在，大加那利岛。10到迄天天色渐渐暗落，佮看到山脚面顶火还未发起的状况，对附近摆市镇、去用特例的9000个居民来讲，今仔日佫是一个真歹路面的暗暝。Mamá y tú están bien, no te preocupes que aquí estamos todos, que todos estamos bien aquí. Venga, venga, hasta luego. Porque claro, hacía mucho viento en Tejeda y no sabemos cómo va a ser durante la noche, porque hasta que por la mañana no... Los efectivos aéreos no terrestres poco van a poder hacer si hace viento. 较早一点的时间，官方出动16只飞行机、直升机，对空中野水来灌救，因为火窜悬到50公尺。另外嘛派差不多要1100个消防员来拍火。消防人员伫咧拍火过程，看到这只狗添甲袂顶袂动，赶紧饲伊啉水。差不多6000公顷的土地，伫48点钟内底就去互烧了了。而且互人上烦恼的是，火已经烧到西北边塔马达瓦自然公园。嘛是这个岛上老的松木森林区，这个火烧山拄17开始烧，气温真悬，风正透，而且大数的空气，互火烧一个袂煞。而且这项灾情已经是大加那利岛这个月所来发生的第2件火烧山。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火烧山拄顶礼拜到整，已经烧掉超过40万公顷的森林作物，还佫有草坡仔。离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东南方差不多870公里的圣库鲁斯是影响上大。原本已经派200军人去救灾，落尾佫增加400个人前往救援。Es lo más importante, por eso hemos decidido esta mañana que va a venir un helicóptero solamente para evacuar. Nos informa que el incendio no podemos apagar, está atacando la comunidad. 当地作息人常常伫8月份来烧稻仔田，已经准备要进入下一个种植期。目前火势已经去互控制掉咧。伫过去的5天以来，已经甲玻利维亚农业大地差不多47.1万公顷的土地烧掉。官方目前已经伫调查火势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位奥斯卡金像奖西班牙头一位得奖的人哈维尔·巴登，19伫联合国用着绿色和平代表身份，呼吁各国政府爱来救一个全世界海洋，签署着全球海洋公约。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西班牙演员哈维尼巴丁，19来到联合国的会场，呼吁各国签署全球海洋公约，重视海洋污染问题。The truth is, our ocean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 That's a fact. And we are at crossroads. All of you in this room are standing at a crossroad. And you bear a huge responsibility, huge. 哈维尼巴丁在2007年以电影《险路唔通接近》得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是头一个西班牙的人得到奥斯卡。去年来演出《新贵奇航》4部对镜内底幽灵船长。去年伊甲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去一段南极旅行，对南极海水下面的丰富生态非常懊恼，感觉海洋保育急迫性。也批评美国政府在2017年提出对抗全球暖化的巴黎气候协定。I think we all have words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eaning you cannot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Convention by any means. Like, this is serious, this is happening, this is now. 除了拜访联合国，哈维尼巴丁也到纽约，人真多西部矿场，手提着旗啊，吸引民众的注意，也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海洋。It's urgent. The necessity of protecting at least 30% of the oceans by 2030. Wildlife has never been under so much pressure like today. Whales, penguins, wildlife in general. 哈维尼巴丁讲，希望透过签署海洋公约，设立一套法规标准，约束各国强制遵守，才有法度阻止海洋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确定讲无要来拼连任，也派伊办公室主任罗嘉伦来投入立委的选战。黄国昌也强调讲，高他拢无同意列入去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也无要拍算要加入台湾民众党的计划。时代力量今仔日也举行着决策委员会，要改选党主席，不过高他也是无结果。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进前请示了后，时代力量20举办决策委员会，原本定伫咧讨论改选党主席，啊，毋过部分委员认为应该继续甲邱显智留落来。敢若台北市议员林良君有意思要参选，落尾讨论无结果，同款嘛是无党主席，会长想讲关一前顶顶的决策委员小连续来离开，林良君嘛表示不满。时代力量自8月以来所发生的任何动荡，都让时代力量的支持者以及所有的党公职都非常忧心忡忡。我们不能一直在处在这样子的真空状态。党主席的确认是造成党务很多的不便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速的来完成这件事情。那所以，但是在委员会上面的话呢，大家意见上原则上还是希望能够由邱显智主席来带领这个党。决策委员会无结果，敢会引起新的一波退党？时代力量表示，无主席像讲甲民进党合作等等的重要议题，拢无法度来进行，所以希望讲上紧会当伫后礼拜27来解决。若是创党元老林昌佐甲洪志勇小连续来退党，时代力量就伫咧无人带头。立委黄国昌嘛确定无要搁竞选连任，该推上办公室主任罗嘉伦宣布投入去新北市第12选区的立委选择，外界关心黄国昌敢会来做时代力量不分区的立委名单。过去这2个月，的确是有非常多时代力量的朋友，包括主席邱显智，要求我列在不分区，我到今天为止没有点头。针对黄国昌可能加入去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台湾民众党的消息，黄国昌是强调，讲到目前为止无这个拍算，嘛强调，若是要关心伊的下一步要安怎做，不如改换关心台湾的后一步。记者综合报道。随着中国限制因的人民来台湾旅游，在8月顶半月，中国旅客不管是自由行也是带团的，比去年同一个时间减买15000人，人数变少的情形有可能会再继续。业者推测，可能伫9月、10月时阵会更加明显。航空公司也打算要甲飞2款特别机班来减少，也是换较细台飞行机。在去国父纪念馆头前，只有一团陆客团。带团的导游讲，即阵8月7月要4团，也个9月无接到公司任何带团的通知。有了陆客来台湾禁令就要开始了。
在团课上面来说，它用所谓的断崖式的这种缩减，像我们据了解来说，在9月份大概只剩1/10，可能10月份来说，它的配额来说可能会更少。根据移民署收到的中国旅客入台签证申请资料显示，8月算件自由行旅客是48000多人，比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0%。而团客算件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3830人，敢若是8月上旬就减少15000多名旅客。观光局有时在9月推出国内旅游补助方案，有台东业者抢先推出促销来抢人客，即要有台东县民身份就使免费休大，并且用俗价来买规套的行程。2位的话，另外1位不是台东人也没有关系，好，只要其中1位是台东乡亲就可以免费住宿。第6客未来，6级航空业者也开始减班。南方航空为例，已经确定下架来回哈尔滨航班减少。厦门航空的高雄泉州航线21号起每礼拜减少1班。旅客大概到年底会少掉100万人的这个旅客量，那这么大的一个旅客量的消失，至少砍班次至少要砍掉超过1半吧。而咱国际航空也伫评估旅客量，无排除使用较细台飞行机载客，不过即阵也无减班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一人是困人一样，无人是3000箱。有代替内部员工，甲一个车长叶康讲，伊自去年开始，只要囡仔歇寒歇热，出车的时阵，拢会带囡仔出去，佮互囡仔入去驾驶的车厢。代替今仔日也约谈一个车长，这个车长也表示讲，因为家庭的因素，佮不是将带囡仔来上班，因为伊要违反规定，也甲伊记过啊。这囡仔穿长的夹仔，正手提7毫米挖伫咧驾驶面包面顶，边仔佫一台细台火车，去代替内部员工下落来铺起伫网络。即期讲有车长真侪届带囡仔出帮走车，伫驾驶室内底算一个控制手怪，无顾行车的安全。消息爆出来了，代替约谈董事人嘛承认过，确实真侪届带囡仔来上班。是因为家庭因素嘛？这个小孩子的话，因为他必须要带在身边啦。好，当然我们之前也有跟他规劝啦。最近几天的话，他就已经在积极在要安排这个小孩的问题。目前是给他做调整日班。代替调查，这个车长迄当阵是甲囡仔放伫咧区间车车尾，车长休困室。列车因为变组的关系，所以头前后壁拢有驾驶室。迄当阵囡仔是伫咧列车尾，也就是空的驾驶室内底休困。虽然讲无影响到迄当阵行车的司机员，毋过共款是违反规定，去用记过一届。经过了解，这个车长因为家庭原因，自去年休热休寒开始，拢有带囡仔上班的状况。代替嘛，拄今仔日开始改专做瑞勤，方便伊请假处理代志。铁路局在这方面的管理也应该要加强，因为毕竟这个有牵涉到行车运转的安全，有旅客安全的问题。铁路员工就是工作时间很长，那的确在照顾小朋友方面会比较辛苦。那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是一直希望铁路局它可以提供这个托运。产业工会表示，车长带囡仔出勤确实无妥当，毋过代替车班工课时间无固定，过去就真侪员工反映讲，希望代替会当提供有托运，也是有合作的托运单位，让员工会当安心上班。希望讲代替会当注重员工的需求，嘛应该爱伫平常时就来关心员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物产真丰富，真侪动物拢真特殊。为着要减少珍贵而且罕见的动物和车肇事的悲剧，交通部公路总局甲农委会的特生中心来合作，要做一个专门予动物伫咧行的路，而且头先要来改善的公路就5条。要让这要坐正的就好，会当安全过车路，避免惨死伫咧道路。专工设置这款的生物通道，按过伫第三线两边有不少私有地无法度加设围篱，来引导就好行生物通道。农委会特生中心伫交通部公路总局协助之下，设置了智慧侦测系统，伫咧车经过的时阵，好就好会当先停落来。有车子靠近石虎、白鼻星或鼬獾也靠近马路边的时候 ，AI 辨识器判断出说是标的物种之后，就会启动用强光跟超音波来吸引石虎的注意力，让它暂时停止行动。若是就好，伫咧第7线80到明池这个路段，是保育类动物金丝蛇被落杀的热点。另外，第2线的腊里、漳水鸟，佮有中海公路的姜仔、果子麻等等的动物，嘛定伫道路顶悬失去性命。公路总局头一波要推动伫咧这1-2档完成建制总共5条公路的优先生物软硬体设施。我们会希望至少先推动个5个地方，好，就是在中横、南横、
北横这几个路段，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山区道路的部分来做改善。公路总局补充，沙头内卖进一步推动系统性的调查，建立资料库，希望找出更加侪落实的热点进行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爱食虾的朋友爱注意咯，自进到中秋节之前，拢是白虾收成的时间。不过中南部是落雨几啊日，市里嘉义县白虾的温啊，最近是受到影响，虾不是破病，就是来死去，上侪有3成的损失。搁再加上今年的白虾袂大只，这些鱼啊，这些农民呢，拢干那会当赶紧来抢收，希望减少损失。拄只好起来的白虾拢已经变色，有的甚至讲已经死亡。主管按算会当收成的白虾变做了形，渔民表示，这阵仔落大雨，互饲虾池的水质严重下降、骨酸化，造成不少白虾染病死亡，嘛互伊的收成减少真济。差不多都要抓一啦，拢一直死啦，都起来死的比活较侪啦。以往以我自己最好的经验，大概2.5公顷收在14000、11000到14000斤左右，可是现在大概不到3000斤。嘉义的白虾养殖主要拢是配合其他鱼种难咧饲的方式，无大敢若饲白虾的情形之下，水质的变化就容易影响白虾生长。渔业协会表示，4、5当前转型时期，白虾收成会当达到8000多吨，今年落大雨，搁再加上又生率低，只敢若剩2000多吨。对这一波雨势来讲的话，对于整个白虾的产业，大概预估损失有1到3成左右。那相对于整个又较之前7月初那时候那一波的雨量，那整个育成率又下降，那很可能啦。其实蛮多渔民都有心理准备啦，今年可能白虾可能想赚钱大概很难啦。渔民表示，为着避免水池内面的虾着病情形恶化，部分早起下晡拢爱去河，将保好的虾拣出来。即摆听讲搁要落大雨，只敢会当把握时间赶紧抢收，希望加减会当减少一寡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大雨，唔那虾出问题，咱的果子也伫咧损害。火龙果当咧大出，伫咧将化关所有农民伫咧怨气，讲这几日落大雨，互草坡内面的路泥被其哩火龙果栽伫咧闪雨，也甲这个火龙果是客甲真歹，安怎掠就是掠袂了，损失真大，产量上无减要3成。趁无雨，果子农紧张等伫咧结果的火龙果套网啊！不过果子农讲，即阵时间是有较晚，因为是连续落几日天的大雨，互主粉米伫咧草坡内面的路泥全部拢爬起哩火龙果丛，唔单单是避雨，佮一直食火龙果的花苞甲果子。因为雨落了伤侪工吼，啊，今年的瓜鸟啊，我特别多啊，扁瓜鸟甲非洲瓜鸟我特别多啊。它会去吃你的花苞啊，像这个花苞啊，还有那个果实啊，因为果的时候被它爬过去的话，那个果就没用了，没办法卖了。果子园内面的火龙果栽，逐栽拢会使看到有真侪非洲落嚟爬过的痕迹，像这粒火龙果外皮有真侪敢若臭灰搭的壳，这就是去雨落嚟压过的痕迹。啊，算算嚟，这期的收成会减超过3成，至少1000台斤以上。最近的那一块火龙果，因为它是采用无毒草生栽培，让地上的杂草比较多吼，然后也是适合瓜鸟的一个栖息。然后瓜鸟一般的食物是以叶菜类为主，然后因为连续的下雨造成那个土地潮湿，所以瓜鸟它就等于说往上爬。彰化县农业处表示，因为落雷属于病虫害，无算伫咧天然灾害，所以无被列入这届农业损失的统计内面。啊，即阵简单收到少数的个案回报尔尔。啊，4单的果子农因为用草生无毒的方式种植，所以无法度喷农药防治，会选择用无毒的方式进行产理的防治。记者综合报道。旁边一丛文旦柚开花倒掉像绣球，过一个月就要中秋啊！台南麻豆的文旦柚已经无用伫咧采收，台湾首府大学办一个采收同盟，要帮助农民来消透欠工的问题。其中有22个人是外国学生，今日到台湾的果子园体验到麻豆在地生活，也留下难忘的经验。
你们在摘的时候、采摘的时候，记得这个地头一定要推掉。农民详细解说要安怎挽油啊，骹手爱真细致，才袂去伤着。一名外籍的学生认真听了，随爬起哩树顶来试挽。花岛区公所和台湾首府大学做伙举办的采收冬令，总共找到107个人要来斗采收，其中有22名的外籍生，即间有8名印尼的学生来到台南花岛的油仔园参加教育训练，教他们说，比如说像我们在采收的时候哈，要轻轻的从那个地头那边去把它搬下来，不能够说直接很粗鲁的把它摘下来这样子。花岛区长表示，今年甲台湾首府大学已经是第4档合作，外籍的学生挽油啊，体验在地农业，袂使甲欠骹手的农民来到三工。希望说，经由产官学这3方面来合作，那让那个学生也能够就是采柚的一个体验，那顺便也能够帮助我们柚农能够顺利的在这个采收的季节有人手来帮忙。台湾首府大学的外籍生加入采收的行列，除了平常时教室内底知识以外，佫可以当体验花岛在地的生活文化，留落一项难忘的留学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所在人伫咧艰苦，比的是命较长，也是路较长，在偏乡资料是非常无方便。亲像南投信义双龙地区，要去上近的大病院，上无爱1点钟。最近台中荣总的部落巡回医疗服务，就驻点伫信义乡的卫生所，提供复健的医疗。对居民来讲，免长期忍痛，要复健也加外方便。住伫南投信义乡第2村的民众来到当地的卫生所排队等要予医生看，也有人对附近的双龙部落来要予医生注射。觉得很好，怎么说很好？总打针的时候很好。觉得身体也比较好。比较好。不做了，可以了。就不用跑去外面了。不用。不到外面去又会开刀。我第一次来这边，觉得治疗对，会比较好吗？很好。伫卫生所替人看病做复健的是位保利永明病院来的医生，伊叫刘福威。伊做巡回医疗有10年的经验啊。伊了解族人要去看病，一段路就要点外钟，实在真无方便。所以结合当地医疗院所的资源，伫咧遮提供复健治疗巡回的医疗服务。伊也观察到族人较常出现的镜头。那由于偏乡地区，他们的膝盖还有脊椎都不太好，我想这可能是山坡地形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退化性疾病非常严重。那刚好我本身有增生治疗的一个专长，所以也希望借此再可以来这边发挥。刚好他们也比较适合这种治疗方式。替病人做渐进治疗，用复健代替止痛药啊，希望族人的脚头骨甲尾椎有法度治力。医生也希望有更较齐全的医疗制度，会当互更较侪人愿意投入偏乡医疗，也互族人有固定的时间通去看诊。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气象局提供的资料，在今日的暗时，南投地区以及着宜兰、苗栗、宜兰的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阵雨，也请民众爱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咱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2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
新闻最后也传你来到罗西亚看日灵瀑布艺术展，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陪伴嘉豪1小时，咱马仔讲的时间再相见。